學完美嘅成成話齋，作為一個起身一定要飲咖啡嘅人呢，飲唔夠2杯真係會覺得未做㗎。不過身為一個執着嘅人，可能會對杯咖啡嘅美感有一定嘅要求。想像下個咖啡師用個帽整到杯咖啡咁嘅樣，你會有咩感受呢？正常嚟講，當啲咖啡粉通過有縫嘅模具，應該係可以形成到一個靚靚嘅 pattern 喺咖啡表面㗎。如果今次唔用咖啡粉，個情景換成白光，咁又點先？科學家就會同你講，只要個客縫夠細呢，你係會見到個彩虹㗎。白色喎，邊度嚟嘅彩虹啊？話說牛頓喺1666年做過一個3棱鏡實驗，佢發現太陽光經過一塊三角形玻璃棱鏡折射之後，會喺牆上形成一個光譜，分佈成紅、橙、黃、綠、藍、靛、紫7色嘅彩虹光帶。不過用3棱鏡唔能夠將啲顏色分開得咁明顯，於是後期另一個科學家夫朗和斐喺1821年發明咗繞射光柵 diffraction grating， 睇落就好似一塊平平無奇嘅膠片，其實入面包含咗好多條刻縫，講緊1mm 入面有600條縫，所以當光通過 diffraction grating 入邊嘅每一個 slit 就會有 diffraction 繞射嘅現象出現。而唔同刻縫嘅光又會同側邊嘅 wave 互相干涉 interference， 最後形成明暗相間嘅條紋 interference pattern。由於 diffraction grating 嘅色散作用比3棱鏡大得多，如果將白色光打落呢塊繞射光柵，放一塊 screen 喺對面，我哋就會見到更加明顯嘅彩虹圖形。當我哋返嚟呢一個單色光所產生嘅繞射圖案，如果 screen 上面某一個位置發生 constructive interference 相長干涉，咁呢個位置就會出現亮紋 bright fringes， 而兩個連續嘅 bright fringes 之間就會有 dark fringes， 亦即係呢個位置發生相消干涉 destructive interference。 咁多種干涉圖案好似好亂喎。對比起上一課講到嘅楊氏雙縫實驗 Young's double slit experiment， 由於 diffraction grating 入邊嘅 slit 係細好多，所以繞射效果會比較好，會散開得勁啲，亮紋亦都會 spread 得開啲。再細睇入面嘅亮紋同暗紋，我哋會發現雙縫做出嚟嘅亮紋分佈會比較平均，而喺計算 double slit 嘅亮紋距離，我哋會用到 delta y 等於 lambda d over a。而繞射光柵整出嚟嘅亮紋越離開中心，亮紋就會越疏離。由於亮紋同亮紋之間嘅間距唔係一個 constant， 所以我哋會用角度嚟表達唔同亮紋嘅位置，而公式就係 d sin theta 等於 n lambda。細階啲係 slit separation， 意思係每一條 slit 之間嘅距離。例如當1mm 入面有600條 slit，D 就會等於1乘以10嘅負3次方咁多米除以600條 slit，D 就會等於1.667乘以10嘅負6次方咁多米，係細到眼都睇唔到㗎。Lambda 就係 wavelength， 而 n 就係指第幾級亮紋，theta 就係對應某級嘅亮紋同中心亮紋之間嘅角度，中心亮紋就係第0級亮紋 zeroth order。對稱咁數落去就會有 first order 同埋 second order。如果 n 等於1，對應翻嘅 theta 就係指第一級亮紋 first order bright fringe 同中心亮紋 central bright fringe 之間嘅角度距離 angle of diffraction。如果 n 等於2，對應嘅 theta 就係第2級亮紋 second order bright fringe 同中心亮紋 central bright fringe 之間嘅角度。當我哋有齊呢啲數據，就可以揾出某種光線嘅 wavelength 波長係幾多啦。舉個例子，用某種光線射向一個1mm 入面有600條嘅 grating， 如果 first order bright fringe 同 central bright fringe 之間嘅夾角係 20.4 度，根據 d sin theta 等於 n lambda， 我哋可以揾出 lambda 等於580 nanometer， 亦即係呢個 unknown 嘅光線係黃光。睇翻條公式，如果啲 slits pack 得埋啲，例如1mm 入面有越多嘅 slits， 咁 D 就會減少。喺波長唔改變嘅情況之下，同一級嘅亮紋就會有一個大啲嘅 theta， 亦即係 bright fringe 會散得開啲。或者當我哋唔改變 slit separation D， 但係用一個比較短嘅 lambda， 例如由紅光變做綠光咁，睇同一級嘅亮紋就會有個細啲嘅 theta， 亦即係 bright fringe 會散得冇咁開啦。同 double slit 一樣，
如果 grating 同 screen 之間嘅距離越遠，bright fringe 會散得開啲。嗱，講咗咁耐都仲係講緊單色嘅，咁如果用白光咁會點啊？由於白光係由3原色組成嘅，分別係紅光、綠光同藍光，而當中唔同嘅光可以再混合而產生其他嘅光線。不過點解用白光同 grating 可以拆開咁多種顏色呢？以紅光同紫光兩個極端為例，當白光通過 grating 嗰陣，如果 n 等於0 theta 都會等於0，所有光線都會集中喺中心呢條線上，就會形成一條白色嘅中心亮紋。而睇佢左右邊嘅第一級亮紋，由於紅光 red light 嘅 lambda 比紫光 violet 嘅 lambda 大，喺 d 同 n 唔變嘅情況下，紅光嘅 theta 1會大過紫光嘅 theta 1，紅光就會散得勁啲啦。而唔同顏色嘅光線都有各自嘅 wavelength， 於是會見到佢哋分佈喺紅光同紫光之間，形成可見光譜 visible spectrum。咁我哋究竟可以見到幾多條亮紋同彩虹呢？其實 grating 可以產生嘅 bright fringes 唔係無限咁多條㗎。望翻呢個 interference pattern， 其實公式入面嘅 theta 即係中心亮紋同我哋去到無限咁遠嘅第 n 級亮紋之間嘅角度，頂盡都係90度。如果要揾出亮紋嘅最高級別 maximum number of order，sin 90度等於1 ，n 細過等於 d over lambda。假如要揾出亮紋嘅總數 maximum number of bright fringes， 考慮到 interference pattern 對稱嘅特性，好似呢幅圖咁，如果 maximum order n 等於2，咁 total number of bright fringe 就係2乘以2加 central bright fringe 呢個1，就會等於5啦。講咗咁耐，係時候試下實踐啦。如果一個波長係650 nanometer 嘅單色光速射向每 mm 有300條線嘅顯射光山，求可觀察到嘅亮紋嘅最高級別同埋亮紋總數。試下做完呢條題目喺下邊留言啦。